后来立法院为了这个选罢法，昨条也是爆发着严重的集体冲突。民进党方指控恶意来软禁着议事的人员，国民党是去甲因告，上尾也是定后礼拜一继续来审查。讲即摆立法院四面拢火。 那民进党伫每一届的议会，拢发出着甲级动员，这国民党嘛推出着四大战线，准备要来应战。请问院会有无异议？无异议通过。下一案，国民党各党团有没有异议？ 表情看起来真意外，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所提案的离岛建设条例被扭落来，国民党拢无出声，还阁如果额头确认一个，国民党立委无够济，民进党团是甲级动员有准备，毕竟进了一天。 赶快发出甲级的动员抢占主席台，条也是充满火药味，为了选罢法的败审，爆发严重集体冲突，其中这个画面。招伟进，对啊，让招伟进去，请议事人员打开一下好吗？ 开会前未当入去，国金所门弄门嘛无回应。国民党指控这是恶意的软禁艺术人员，讲要去告。民进党嘛讲无限制出入的自由，最后决定7月7日后礼拜再战。立法院的战场遍地烽火，听讲国民党已经布下四大战线。 包括选罢法在内，要核定7月因也修法，总统赖清德国情报告以及 NCC 的调查小组，就惊讲会搁民进党硬去。选罢法、NCC、宪法法庭都是我们会这个聚焦的焦点。他全力动员，我们有全力动员嘛？他们有大官。 有资源，我们有人民嘛？人民其实并不期待这时候，立法院处理这么多的政治高度冲突的法案，而是应该多一些民生、多一些经济的法案。哦，国民党的民调腰斩，民众党的民调腰斩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民进党这是副院党全面出动，那甲党中央密切的配合，要做防卫，搁会列出不良的司法清单，爱党籍的立委唔通误入在野党设定的战场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